好，多谢新闻，请南部地区的民众都要特别注意这个落大雨的灾情啊，来关心这低压带呢，甲西南风是继续咧影响咱台湾。这礼拜这全国各地天气其实拢无啥稳定，除了中南部地区呢会落大水雨以外，其他地区也要注意这个准雨的情形。也那轻度风台这草是按中国迄边去，不过伊的外围环流是会影响到咱台湾。另外一个风台科罗莎因为离台湾是真远，所以对咱是无直接的影响。 最近直直落雨，受到低压带和西南风的影响，气象署拜一针对中华南投以南到屏东高雄8个县市发布大雨，也是大水雨特报。另外，风台德草对热带低气流在27增强，搁变做轻度风台。气象署指出，虽然会按中国去，不过外围环流会影响台湾。因那中度风台科罗莎离台湾真远，行的路线嘛对咱无影响。 8号台风竹节草在今天早上8点的位置是位在琉球附近的海域。今天呢，大致在琉球附近的海域附近，打转滞留之后呢，会逐渐的开始往偏西北的方向移动。那至于在9号台风科罗莎未来的移动方向比较偏北上面移动，并且呢，比较不会影响到一些附近的陆地。 气象署表示，对拜一暗时开始，受到低压带甲西南风的影响，中南部会下大雨，也是大水雨。北部受到风台外围环流影响，卖到准雨。气象署讲，拜三直到礼拜，虽然水汽会变少，也毋过中南部地区也是会继续落雨，其他地区是侪云和落西北雨。在不稳定的天气之下，其他地区呢各地都有可能发生短延时强降雨，并且伴随可能有雷击、强阵风这种比较剧烈的天气现象。因此，未来呢如果有在户外活动的话呢，都要多加注意天气上的变化。 气象署提醒，这礼拜各地头天气拢无稳定，山区嘛因为落雨，土马开甘水，土石可能会放落来。地势较低的所在嘛较会积水、淹水。气象署提醒民众，较莫伫这段时间去山区和溪边，避免发生危险。记者魏宗林、曾俊佑台北报道。